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能荣耀光中，我匍匐在你宝座前，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能荣耀光中，我与众天使匍匐看，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能荣耀光中，我匍匐在你宝座前，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能荣耀光中，我与众天使匍匐，深深敬拜你。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我全心来敬拜你主，全心敬拜，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敬拜你主，我全心来敬拜你主。
高。当你献上我感谢，为着荣耀的罪，定是伫世界流出你宝血，为我主我担来到你是阮宝座前，当你献上我感谢，你对时来过我，也过世事关系，就使我活命。
真麦克风较细声一点啊，音乐会当拜托你较大声一点啊。耶稣的脚前，谦卑屈家敬拜，仰望主的荣光。耶稣的脚前，安静定心来听，听候主的旨意。耶稣。脚前放落一切快乐，传扬主的荣光。耶稣的脚前，专心来听，听候主的旨意。耶稣的脚前。下一切跨入，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所有一切，我无保留来敬拜你。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来亲近咱的主耶稣，用诗歌，用祈祷，用咱的心来敬拜伊。在耶稣的脚前，谦卑接受。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所有一切，毫无保留来敬拜你。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所有一切，毫无保留来敬拜你。主耶稣，我来敬拜你，主耶稣。我来敬拜你，主耶稣。
稣，着记伫我，你的圣骨临到去世。耶稣，着记伫我，你的圣骨临到去世。耶稣，着记伫我，你的圣骨临到去世。主恳求你来到阮中间，主耶稣，恳求你来到阮中间。主，阮知你早伫地，今仔日伫地，将来要甲阮相合伫地。伫即礼拜，阮看见圣经的故事，你医治一个手骨大的人。当阮攻读圣经的时，主，阮听到你的声，甲阮讲：徛起来，来面对主耶稣你，用你存出阮的上照。主，这是你对阮的呼召。阮警醒阮家己，阮问阮家己，主你所讲这个呼召是什么意思？主，阮要用你存出上照，阮要用你存出阮圣洁的手。基督的手，当主耶稣你甲阮讲伸出阮的手的时，阮想着摩西举起双手来祈祷，以色列人就赢过亚玛利人。主，阮嘛会记得大卫，伊常常举起双手来学了你。我嘛想起保罗对阮讲，着举起圣洁的手，逐所在祈祷。主，阮自接伫网络直播，阮对无同款的所在，做伙伫你的圣神的内底来祈祷。主，阮用祈祷的心向你举起。阮基督的手，伫这个暗暝，伫这个天光，主耶稣求你纪念阮，主耶稣求你纪念阮。当阮举起双手的时，恳求主你，嘛用你的手来摸阮的手。主，阮阁想着主你甲阮讲，阮通伸出我的手，互你来用。主，求你的圣神感动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互阮的手所做的工无空空，无论是伫公司、工场、伫学校、伫厝边，
伫厝内，主求你，互阮为你伸出阮的手，阮会通为你来做一项水的事，互教会、家庭来改变。主耶稣，阮听到你的吩咐，阮感谢阿罗你，主，阮感谢阿罗你，主，阮将阮的双手献予你，愿你来圣化。我要夹把昂山，我的帮站对倒落来，我的帮站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下骹摇掣，保守你的的确无拄面，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暗。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无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你出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一时直到永远，阿们。做伫一日工作休困的时，阿弥来临，阮要安息休困伫你的怀抱，就听阮祈祷的时光。平安入我心，深深知影你是我上帝。丰盈，互我心心永驻，伫我身边，伫互丰盈平静。
用下面这个祈祷文来做咱的祈祷，咱静静用咱的心来听这个祈祷。Your perfect peace and grace, and keep us safe in your embrace. Put evil dreams out of our sight. Take all the terrors of the night. Arrest the worried thoughts that creep through heedless minds disarmed by sleep. This is the Lord's lullaby, to be at peace. His angels near your side, now sleep. Oh, Father, please let this be done. Through Jesus Christ, your only Son, whom with the Spirit we adore, forever and forevermore.在这刚刚跳困的时，愿咱会当放落一切看路。咱甲主讲，主互我伫你的怀抱，主收拾我，收拾我平静的心。亲爱的，这求上帝，还手伫你的心内，互咱的心门有平安，互咱的厝内有平安，但是咱的心中却有满满的噩梦，有平静。但是嘛有喜乐的噩梦，主，阮需要你，恳求你的圣神进入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心中，甲因的家庭，伫这个暗暝来临的时，求上帝你的神，享受平安的神。互阮的兄弟姊妹心中的看虑情绪，拢放落，也伫你的怀抱中间来休困。主，阮的心中无惊吓，因为你是阮的上帝。阮的心中无惊吓，因为你是阮的上帝。
享受平安的上帝，求你还手伫阮的顶悬，保守你的查某囝，也保守你的囝儿。毋是因为阮会好所行，甲阮的工作，乃是因为阮是你的囝儿。主对阮的家庭中间，拄起迄个惊吓，对阮的心中提掉迄个看路。主耶稣，阮来追求你，因为阮会记得你所讲的话。见那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就近你。主耶稣，求你伫阮的生活顶悬来纪念阮。亲爱的，坐伫咱的头壳顶，奉耶稣的名，甲伊讲阿门。主感谢你赏赐阮，你十字架的记号，十字架记号，永是阮的荣耀。求主吹起，吹起我呼求，
伸出你的手，徛起来，徛伫我的面前。主爱咱伸出双手，用圣洁的心，向咱的上帝来祈祷。亲爱的，这咱来为着全台湾拄着疫情的扩大，咱首先感谢上帝伫过去2年的保守，但是咱将来咱毋知会怎样。亲爱的兄弟姊妹，咱当心为着台湾的疫情。咱会求上帝保守咱的社会，特别遐年长的长辈，以及还无有风车通住的细囝。主耶稣，愿将台湾交伫你的手中，为了过去你的保守，感谢你；为了将来的生活，来求你怜悯。主，阮心中无过头的惊吓，阮要恳求天父上帝怜悯，伫阮的社会中间，特别遐个免疫抗体较衰弱的、患病的，阮的同胞、年长的时代以及细囝，恳求天父上帝带阮行过这个难关。愿你的平安伫台湾做阮的衫，也愿你的平安成做阮的鞋。我们穿平安的鞋来向前。亲爱的，这咱互相代祷。当咱想起咱的教会有人患病，咱为因祈祷。主，阮恳求天父上帝照顾，伫阮所在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无论因生活伫什么所在，天顶的上帝，恳求你，用因本圣神的活开，亲像互耶稣基督国我的圣神。恳求你掌管、怜悯，阮中间有病痛，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主若通，求你将这个杯，甲因刷掉，祝福因恢复健康，通用臃肿的身躯来服侍你，也服侍众人。主耶稣，阮会记得你所应允的愿你平安。主，这是阮伫这个时阵为着因的祈祷。主，求你将平安甲健康来赏赐予因。愿恁平安。亲爱兄弟，你嘛通为着你的亲人举手祈祷，无论因拄着将来人生顶悬所需要，上帝的施恩赐福，或者你要有迷信的兄你的亲人，咱举起咱的手来祝福因。咱举起咱的手来宣告，主耶稣，你讲你来到世间是为着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
主，阮是深深相信，你是施恩的主。求叫，永远我祈祷，主我专心爱你，恳求主怜悯。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死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了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大家平安，愿主的听甲恁三甲伫地，耶稣听你。